地人在地前来看婚林四湖蔡厝天圣宫，以前拢是每一年跋路主轮流来参拜，并无一个固定的所在会当来拜拜。在信众的努力之下，奇妙了，昨入厝，明仔载要食平安宴。庙门一日抛开，代表天圣宫入会安坐典礼正式开始，现场信徒别拢介欢喜，看到妈祖婆入会安坐神庙，拢真感动。因为要起一间宫庙无遐简单啦吼，所以你看到讲啊内面啦吼，我们的剪莲彩绘啦吼，拢是真用心啦吼。婚姻馆是宗教大馆，每一间宫庙拢有丰富的传统艺术作品，每一项工艺师傅拢真用心咧做。官府张瑞生也邀请大家会当来到婚姻馆拜拜，顺续欣赏传统工艺水。咱庙的已经初步的完成。你今仔日安坐典礼我感谢所有的贵宾今仔日当来踊跃来参加。蔡厝天圣宫祝寿活动已经开始，庙方卖伫咧明仔载下晡举办平安宴，欢迎大家同齐来遮祈求平安到乐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